再来看到台美伫咧2月签国际发展合作备忘录，美国的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的幕僚长张茂带团来台湾访问。今仔日要和咱的基础建设、资通讯科技、环保绿能，还有金融业等等的厂商来座谈，促进合作，而且会优先来投资咱伫咧中南美洲、南太平洋的友邦。驻美代表朱大雷甲 AIT 执行理事那英欢喜做伙翕相。这是2月底双方签署台美国际发展合作备忘录的相片。徛伫中央的是美国政府下底开发金融机构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DFC 的幕僚长瑞伊。大家甲咱国签 MOU， 初次带团访问台湾，邀请咱国合会、基础建设、资通讯科技、环保绿能甲金融业厂商举办座谈会。With this MOU, we are hoping to kick off collaboration between DFC and ICDF to co-finance joint investments where we can, to work with you, Taiwan's private sector, to make those investment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at includes in some priority areas such as the Caribbean, Latin America,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DFC 表示，希望在咱国邦交国上济中南美洲、甲南太平洋地区，甲台湾政府也有企业共同合作，协助推动开发中国家的隔空照护、农业、甲能源等等的领域。那国合会嘛讲，台湾友邦是 DFC 策略真重视的区域。会跟 DFC 在探索运用融资或者不同的方式协助我们友邦国家。另外像在技术合作甚至说可行性研究以及像股权投资的部分美国政府在2019年成立 DFC， 类似咱国的国合会。不过，伊投资的上限是600亿的美金，而且有股权授权等等金融工具。方解脱做是为着牵制中国一带一路的美国方案。在这个时间点，台美扩展国际援助的合作，嘛引发美国帮助台湾稳固邦交的联想。台湾在这方面事实上是可以融入在印太战略的这个有关于基础设施的这一块的，好，所以我想这个是台美双方的一个进一步的合作，而且是落实印太战略。学者认为讲，美国除了关注台湾甲友邦的交流，嘛对印太战略整体布局有正面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